今年一度客家上平打祭典，伫咧25号热烈登场，西景队伍声势浩大，当中信众上期待环节就是价格蛋建品。一开始阁是正常版的糖仔饼之类的，等到夜港订一到，礼品变成公仔娃娃、电风，甚至连电视拢有，吸引信众小抢。一格车它就是双面两边都有2台车子互相就是丢东西，那下面的话一直丢，下面的话就一直抢这样子。拿过最好的战利品是什么？最好的战利品哦，应该是今年像这个是这个音箱吧，今年这个音箱，对。可是有人是抽到那个，就是有抢到电视啊，还有电风扇，还有小朋友的那个娃娃车，学步娃娃车，那个也丢。雪甲上白礁，它是传承100年，8年香咯啊，它也是国家重要民俗，所以说我们每一年都有上百间公庙啊会组织啊过来参加啊，这个也是一个传统，每一个部落它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啊，每一年在农历3月11之前的一个星期六，我们都固定会来举办，所以说吸引海内外很多的这个信众民众共同来参与。别方用尽卡数，寄予礼物不但有价值，而且佫兼具实用甲创意。客家上白打蛋寄予品已经成为传统习俗，象征保平安，也互参加民众感受到丰收甲祝福。但是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